你好，我係羅姑娘。我今日咧又同你分享非暴力溝通嘅第三同埋第四個要素，就係話咧我哋感受背後嘅需要，同埋我哋點樣表達請求。咁第三咧就係要素說明我哋有啲咩嘅需要同呢啲嘅感受有關嘅。例如咧就話，個太太就同丈夫講：你啊從來都唔了解我。太太其實內裏嘅感受咧就唔開心啦，係咪啊？唔了解。但係其實佢內裏嘅背後感受嘅需要係咩呢？係太太需要被了解，所以咧我哋如果唔表達自己嘅需要咧，對方係唔會明白嘅。所以咧我哋所表達嘅感受嘅背後都有一種需要嘅，例如孤單、寂寞嘅時候嘅需要被關懷、陪伴。我哋好嬲嘅時候，其實咧都需要被了解同埋被聆聽。所以總結咧，非暴力溝通嘅第三個要素咧，就係辨識自己嘅感受後面所隱含嘅需要。咁咧有啲例子咧去練習一下。有個人咧聽到就話：我聽到你咁講咧，我覺得好嬲。其實佢背後感受嘅需要就話佢需要受到尊重，而且咧呢啲話咧就令到我咧覺得係侮辱緊我嘅。另一個例子咧就話：你唔嚟食晚飯啊，我覺得有啲難過。其實咧佢需要咧嗰晚咧就係有人陪佢一齊去食飯啦，同埋去度過一晚嘅。咁所以感受背後咧真係有佢嘅需要喺度嘅。咁非暴力溝通嘅第四個嘅要素咧就係咧表達請求。咁請求他人採取行動咧，要提出一個好明確嘅請求。是否對方係願意採取一啲嘅行動嚟到滿足我哋嘅需要？咁點樣先能夠讓別人呢願意啦對我哋作出善意嘅回應呢？首先呢，我哋要請求別人去做啲乜嘢，而係唔要做啲乜嘢。咁就係話咧，使用正向嘅語言嚟到提出請求，必須係其他人有能力做到噶啦，而且必須係明確嘅。例如咧，太太就話：快啲嚟幫忙啦！其實幫忙係啲咩意思呢？所以咧，幫忙就要明確啦，洗碗啦，幫忙或者做其他嘅嘢，咁咧就係要係正確啦。有時咧，冇說出自己嘅感受同埋需要嘅時咧，就直接提出請求咧，聽嘅人咧可能會當成話要求啦。例如一個媽媽對個孩子講：你點樣唔去咧，將你嘅頭髮剪一剪啊？咁樣樣，咁喺度咧可能抨擊緊佢嘅。其實媽媽表達感受同埋需要嘅時候咧，咁可以咁樣講：你頭髮越嚟越長啦，我擔心咧咁樣會遮住你嘅視線，所以咧你要唔要去剪下髮啊？咁有時咧，我哋都係去確保聆聽嘅人咧，有充分嘅了解我哋想要傳達嘅信息，所以咧可以請他們咧複述多一次嘅。當我哋如實提出請求嘅時，表達咗內心嘅脆弱之後咧，往往會想知道聽有何感受，而聽者又採取咩嘅行動。咁咧注意區分要求同埋請求。別人咧提出要求嘅時候咧，對方有兩個選擇，一係順從，一係反抗。但如果咧係請求嘅時候咧，目標係建立喺誠實同埋建立關係嘅基礎上。所以咧，非暴力溝通咧，無論其他人講啲咩，我哋只要聆聽啦，去觀察佢哋，觀察到啲乜嘢，有咩感受，有啲咩需要，同埋有咩請求。因此咧，互相可以彼此了解，我哋咧就可以確切咁樣去明白對方，化解衝突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